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行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了是阮嘅欢迎收看11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员郑志杰以今年中央节的盛况，伫总集村借出凸显台南老怀程度。会中要求市府除了加码礼金，也要思考伫交通、医疗、休闲等多元需求的满足，并进一步望台南推动敬老卡一定要升级，提供点数等多功能的服务，来打击长辈实际需要。面对超高龄社会，议员郑志杰嘛感受今年中央节活动的热烈程度，袂输万圣节甲圣诞节。伫总集村借出凸显台南老怀程度，嘛进一步表示，虽然今年市府加码300块的敬老礼金达到1300块，明年阁要提高到1500块。不过议员希望市府思考的是，长辈除了礼金以外，真正的需求。包括伫交通利便、休闲运动、医疗照护等等，甲市长交换意见。长者需要的不只是福利哈，而是要从我们银发族的需求来做出发哈。领长奖金增加1000元，老人福利卡每年增加500元，可以使用3帖，还有重阳节的加码哈。但是我想要知道，关于这个长者真正需要的。你除了这个敬老金的加码以外呢，你觉得他们还需要什么？再来，我愿意虚心检讨，也拜托议员您也适时的给我们帮助，提点我们。
议员设定老人福利议题，嘛进一步检讨台南的经路卡，因为增少交通补助甲运动中心的优待，所以希望市府依照老人需求，特别是参考台北等县市的经路卡，加入多功能的服务以及升级有点数的功能。小黄公车还有公车让他搭免费的，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他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啊。如果你提供的资源，但是你的选择只有这么1、2项，那他不去使用，那你发这个敬老卡等于白发，这个叫浪费。如果呢，你把它规划成多一点的选项，可以让他去使用。有的人他不坐公车也不坐捷运，但是他喜欢去游泳，喜欢去运动，喜欢去健身房，喜欢去公园，喜欢去有时候他可能身体比较不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就医，那他都可以去使用，那这个敬老卡才可以发挥真正的功能。承诺议员就是说我愿意去思考，是不是把这个敬老来，我跟你说，你如果今天你把敬老人。面对超个人化，现在长辈对着家己福利服务的意识甲争取权益嘛愈来愈悬，所以希望市府加强来搭建长辈需求。台南新闻管制张素维采访报道。对随机杀人加上虐待、家庭暴力等各种社会治安的冲击，台南在2018年就配合中央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并且在113年度经过考核，嘛摕下6都第1。对此，议员郑嘉欣在总日巡进一步要求，除了社会局主导，嘛要跨局处成立社会安全紧急应变中心，以落实高风险案件的追踪，并且解决社工人力不足的困境。议员郑嘉欣总日巡持续锁定社会安全网议题进行关心，因为在随机杀人、家庭暴力、加儿少虐待案件以后，在5日当期间，社会局如何针对高风险家庭的立管追踪，特别是因应社工人力不足的困境，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跨局处成立社会安全紧急应变中心，来加强所有通报到社会局的脆弱家庭等关怀，避免可能的危害再次发生。这几年来，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中心这个已经成立了，也至少有5、6年以上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在针对这个社会安全网有落实？我们目前做的如何？是跟议座局长，你稍微讲一下好吗？我虽然是新任了哈，但是当时社会安全网在国家开始启动的时候，我就是委员，所以我们对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它在不同的阶段所遇到的不同的困难。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困难，当然就是这一个社会对于特定的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一些行为的这一个起因，对，其实有点过度的从外面观察，而不是真正他的疾病或者是他的性格的特质等等。所以我们社会安全网在这一个部分呢，从一开始定下来的时候，就非常同时注意，第一个就是案件的归类，第二个就是相关人，所有相关人哦，我先插话一下，对你说案件的归类，这是重点的。好，那你们社会局如果你们接到警察局给你们通报，就一定警察局一定是先接到 case 嘛，然后你们社会局就会开始介入，然后你们就会开始去分类归类。那请问一下，很快的会先了解。那我们社会局这边有在做这样的追踪吗，局长？是，当然有。那其中呢，最高风险的我们分为2类，一个是伤别人，一个是伤害自己。所以风险的这一个部分呢，这个自杀防治条例跟精神健康法，它通过了以后，我们都能强制送医。根据了解，台南市社会局对2018年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网的计划以后，一步一步建立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完整的服务体系。113年度嘛摕下6都第1的绩效。对此，议员透过总日巡持续关心，嘛希望真正落实。台南新闻管制张素维采访报道。
伊即摆台南洪灾处理大量废弃物已经超过半吨的清运量，议员陈义珍除了借出关心清洁队员的辛苦，嘛凸显台南每一位清洁队员爱服务891位市民的量已经是6度上悬，所以要求市府除了补助人力甲车辆等配备以外，嘛希望调悬夜店的费用以及细部健康检查等福利。议员陈义珍伫总日顺首先检讨洪灾期间大量废弃物的占地场，原定10月底退场，目前也未清掉，要求赶紧恢复地方正常的环境品质以外，嘛进一步凸显清洁人员的辛苦，因为根据换算，台南市每一位清洁人员爱服务891位市民的量已经是6度上悬。所以议员除了要求市府补助原业、车辆等基本配备，卖增加细部健康检查等等福利来向市场清明。我们这个清洁队员长期都是在这个高粉层的环境工作，所以定期做这个 LDCT 的检查是绝对有它的必要啦。所以我想有几点建议啦，跟局长说，也跟我们市长说，我们其实针对啦，包括还有我们看到说这个夜勤人员夜点费，这个台中明年元月开始要调高，那6都看起来台北200，新北120，台中100到120，高雄180到130，台南100，看起来我们还是有努力增加的一个空间，然后所以有几点跟我们局长提出，也跟我们市长提出，然后我们应该要增加人力，增购车辆，而且希望能够新增这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而且天气实在太热了，你看我们今天已经是11月，你看外头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应该要增加这个冰背心啊、风扇衣、防水衣的配备，来降低他们执勤的这些辛苦，而且要调高这个夜点的费用。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努力一下？这个部分对于清洁队员福利的增加，值得我们再去努力来想一想规划。譬如说，哪些是最优先？是哪些是在他们执勤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效率最高提升的部分？是哪些是譬如说公共安全有差别？譬如说那个车辆如果老旧，就会产生公安问题。所以我们这几个部分来思考。伊即摆台南洪灾大量垃圾废弃物的量已经超过半吨的清运量来看，对清洁人员已经造成真大负担，所以政府应该关心第一线队员的照护，改善因伫工作环境的舒适安全，嘛是形象加士气的提升。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激烈，立委林俊宪6号再次举行政策记者会，主张各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而且要成为6都为每礼拜食2摆水果、啉2份牛奶的城市，来打造上完整的教育福利。另外，党内争取市长提名的立委陈廷辉，也是加强亲子政策。11月8号、9号2天，将分别伫新营甲中西区推出菲菲姐姐太空探索梦乐园，为亲子提供免费安全的休闲空间。读书免钱，食饭免钱。啉牛奶嘛免钱。目前台南市6岁到19岁学生大约有13.3万人，虽然减免学杂费，也毋过家长每个月也阁爱负担750块到950块的营养午餐费用，一个学期加起来就超过4000块，对这些家庭来讲是一个压力。因此，立委林俊宪主张推动营养午餐免费。因为台南市有这样的实力和条件，我们有全国做了最好的中央厨房，我们已经可以提供大概94%的学校学生的一个涵盖率，所以我们可以压低这样的一个成本。照顾囡仔对食的开始，对现在每礼拜食2盖水果，啉1盖牛奶，买当星期做食2盖水果，啉2盖牛奶，更强调教育是上好的投资。
捧出教育零负担政策，打造全国教育第一品牌台南。另外一边，立委陈廷辉持续强化亲子政策，11月8号到9号，将伫咧新营甲中西区推出菲菲姐姐太空探索梦乐园，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不是选举才在说的口号，而是一直以来，菲菲姐姐就是要陪着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成长。陈廷辉指出，亲子活动是推动社区永续甲幸福治理的核心，承诺未来将持续办理更加侪巡回亲子活动，同时扩大友善家庭的公共空间，强化幼儿政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清理社区，鼓励个人志工到伫社区防止诈骗的宣导。今日甲台南市机关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共同举办一系列的课程。5号下晡邀请中央大学助理教授张英韶来到长辈人脉介绍时的特征，并且有正确的分别能力。为协助社区提升媒体素养，甲着辨识介绍时的能力，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今年结合台南市资源服务推广中心，推出一系列的媒体识读，甲着防止诈骗的讲座课程，鼓励个人的志工伫咧培训以后，会用投入社区，作为防诈宣导，避免受骗。现在是资讯科技的时代哦，那太发达了的媒体讯息，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了解怎么样去分辨讯息的真伪。然后呢，可以更了解在AI 世代里头，我们资讯造假的这个功力到底有多大？眼见不一定为凭，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更何况我们还要有文字的识读能力。这是我们要跟我们的长辈们来分享，也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带着今天课程的内容，可以跟他们的左邻右舍好朋友一起来共同防诈。现场中央大学的助理教授张英韶嘛，以着个人曾经接到简讯受骗的经验，甲着长辈来分享。伊认为眼见不一定为凭，尤其现在 AI 科技的发达，伊嘛以着影片来教导长辈如何分别真假。你们说他是谁？仔细看哦，仔细看哦。来谈谈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要再仔细看。啊，那报纸上面怎么不会动 ？AI 分身来代劳。他要叫 AI 自己。好，有请 AI 分身。亲爱的各位毕业生们，尊敬的家长、师长。好，停，谢谢。除了系列的讲座，另外现场嘛有实作的课程。由着昆山科技大学的讲师林建营，教导个人的志工来制作生活化的社区宣导底稿，甲着设计。由着个人志工分组，每组创作10分钟的防诈底稿，教训会伫咧课程的最后来做成果发表。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现代年度学术研究的盛会，嘛是现代产学创新日6号上午盛大登场。今年活动由产学创新总中心甲研发处共同主办，现场超过200项技术研发甲创新的成果，嘛照出展示现代伫推动 AI 甲智慧转型的成果。由现代产学创新总中心甲着研究发展处共同主办产学创新日的活动，上午伫咧万宏馆盛大来举行。活动吸引将近900位企业代表、三管学院的贵宾，甲着校内师生来参与，包括嘉士达科技的董事长陈其宏、
南科管理局副局长林秀珍等贵宾嘛拢到场。成大副校长李永春表示，今年成大产学创新力的活动，性控会用讲比去年更加盛大，唔定呈现成大产学合作的重要成果。同时嘛，促成校内新创研发量能，甲着产业界有更加侪合作。那 AI 当然是目前一个最重要的，全世界也是全台湾很重要的产业发展的，还有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不过我相信我们作为大学，尤其是一个顶尖大学哈，我们一定要心热，但是头冷。心热的意思就是我们会认真的拥抱这个新的潮流，认真的投入，好，对这个事情赋予极大的关怀。但是头冷更重要，就是我们学术界呢，更要用冷静的思想或者是想法去认真研究这个 AI 浪潮的前因后果，它的实质的意义啊，它对我们可以造成的冲击，不但是科技的，也有是人文跟社会的。同时，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去评估我们成功大学在这方面的实力跟我们的一些缺陷，然后努力的制定一个很务实的方法，来够强化我们在 AI 方面的实力。所以这是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另外一个方向跟目标，然后认真的检讨一下，好，怎么去制定我们将来在这方面的发展。学校所有能量把它串联起来。我希望成大不只是产业界最爱，学生是产业界最爱，已经连续多年蝉联第一名。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些研发能量，我们的新创团队。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台湾第一，大家好不好？好。以后想到新创，想到研发的能量，就是全台湾成大绝对是第一，绝不做第二。今年的论坛主题主要放伫 AI 的跨域应用，甲着带领智慧转型为趋势。结合校内外研究的团队，有大南方科研产业化的平台，成大新创生态系。甲着方方新创平台等单位，以超过上100项的技术研发，甲着创新的成果，全面展示成大伫咧推动 AI 的导入，甲着智慧转型的实践量能，甲着产业的连结成果。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传统习俗当中，民众拿去宫庙拜着罕见的徛杯，总是引起众人好奇的眼光。不过，更特别的是，淡市五帝寮庆和宫、四侧大众庙、甲嘉里朱龙庙、英雄宫这3间有100年前义的兄弟宫庙，今年拢搬出徛杯，嘛，互众人认为真正是神灵当中的神者。依照五帝寮庆和宫11月2号的监视器清楚看到卢信道向中段元帅请示，要请神登去引导时，竟然搬出一个徛杯，当场人拢讲去。3天后，伊回到庙内拜拜，回想起来就是感觉相当神奇。我看到立碑吓一跳，然后就一直问阿伯说：“阿伯，这是什么？为什么他站起来？”当然，传统习俗，民众拿去宫庙拜着罕见的徛杯，拢认为是神威显赫。特别的是，今年除了五帝寮庆和宫，包括四侧大众庙、甲嘉里朱龙庙、英雄宫这3间超过100年交杯宫庙，嘛分别伫今年2月8以及9月24拢传出徛杯。5号上午3庙共同组织来分享这摆徛杯好格调，甲满满神威庇佑。当天我拄啊伫遐坐，我就看到徛杯，我就记问叮当，伊嘛讲伊啊，伊毋捌拄着安尼，所以嘛讲伊。伫228纪念日讲哦，有圣像倒来还原啦吼，伊跋杯时哦，拄啊跋到徛杯啦，足神奇，所以阮迄个 Facebook 吼，原来有甲录起来安尼啦。农历8月爱放冰，8月初3。咧放冰的时阵，拔出徛杯，这是一个足好的格调。3间宫庙为着出巡社境甲交杯境的兄弟情谊，不只是人间信徒的合作，对今年的徛杯神者，嘛被认为是神明之间用杯结缘的显化。这3间庙100年来会使讲非常的团结。那因为咱大众庙伫年底搁要办入会安坐的代志啦吼，所以这3间庙在今年陆续有徛杯现象，代表一件代志，代表是咱神火显赫，希望这3间庙更加团结，会当互咱
这3间庙的主神呢，会当来保庇咱整个合作咱整个台湾。过去对将来毋出现徛杯庆贺宫，佮同时甲其他兄弟庙拢出现这款的灵客，迄款几率真正是难得一见。今年拢发生这个徛杯，尤其阮庆贺宫哦，这个角度甲看吼，这都真正不可思议的，真正，这就是神奇啦。这嘛讲哦，阮庆贺宫哦，众神要发挥啦。三宫庙今年拢出现徛杯好格调，嘛互众人赞叹感受新家当中的新家。台南新闻军籍张素维采访报道。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所推出的经典作品《界牌关传说》传承版，9月伫国家戏剧院演出以后大受好评。在1月正式展开全台湾巡演，第一站就选伫咱台南文化中心，由明华园孙翠凤再度盘演落通，带领新生代演员展现全新的舞台风貌。对1993年演出到底，明华园界牌关传说是传承32档的经典作品，伫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这出戏。今年推出传承版本，除了加入侪新世代演员，对舞台服装设计嘛有全新的风貌。经典不只是在博物馆里面，不只是被大家供奉着，而是经典可以呼吸。我们在传承过程中，我把艺术总监的位置传给我们赵贤执行长，他担任这出戏的制作人。那孙老师呢，带着这些年轻的演员，整个大力的推出。剧情伫咧四季变化的界牌关展开，明华园大旗跳孙翠凤再度全息落通。亚洲长处由地主李玉珍接棒，第3代陈娇婷演道路公主，将伫咧前辈塑造的角色当中寻求突破。我也是以一个导师的身份。在看这些年轻人们他们在台上的表演，其实呢，我们这一次排出来的阵容呢，这些年轻人们现在都是独当一面的。我们从一个比较武戏的部分，然后转换为一个比较浪漫版的一个爱情故事，我想大家非常非常期待。这出戏奉正做东方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回中出江湖，剧团希望伫咧尊重原作的基础顶悬，有新世代元素。伫咧台北演出了后，大受好评。在1月8号到9号，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启动全台巡演第一站。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感谢收看在1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
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要赶快复习耶！我不要得肠病毒，完全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予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高龄者有实力再出发。